拆第一個啦，Top Toy 農曆新年出嘅招財系列啊，Lucky Cat 系列，一共有8款，8款都好靚，所以買咗端盒。而家拆第一個係咩嚟先？咁大個袋，粉藍色，Cinnamon Roll，吉祥，呢個寫住吉祥，農曆新年系列，個啷啷響嘅喎，好似頭先聽到，但係而家又唔係。金色嘅扣，金色扣都幾靚，咁樣，OK。